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9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3篇1到20节，箴言第8章第32节到第9章第6节，希伯来书第11章29节到12章第2节。今天的主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的功效。圣经说有信心就能够移山，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教导。信心与自信有什么不同？牧师的想法是，自信是相信自己，或者我们会说对自己非常有把握的人。那信心是明知道自己没什么把握，但是对上帝却有把握。也就是说，就如同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的经文说到，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样的话，信心的功效到底会是如何？台湾的第一位女牧师李帮助牧师，她曾经经历了许多的困境。当时候在中国念书，遇到许多的牧会的困难，特别是第一位女性的传道人，然后又碰到228等等的。然后她无论遇见什么样的大事跟小事，李帮助牧师都会以身作则，将所有的事情将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曾经著作一本小册，就是信心祈祷所产生的功效。在书的结尾，他讲到，不住的祷告是因为主是近的，不住祷告主全然要听。真神他绝不失信的哈，然后不住祈祷主必应允哈。李帮助牧师他非常重视那种灵修的传统，追求一种更深的体验跟实际的生命。这是展现了早期女性传道人的这种传道人或是奋兴家的这种思想跟服事的特色。祈祷的功效基本上就是信心的功效，因为当基督徒将自己的困境以祷告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展现了信心的功课。我们看到李帮助牧师他的历史，他人生的历史，其实我们也在历代的圣徒生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在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1章29节到12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圣经记载了许多信仰伟人的故事。我们看到许多信心的功效的事迹，诸如像29节他说，由于信心，以色列人得以渡过红海，他们好像走在干地上面，埃及人一试，水就把他们淹没了。由于信心，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走了7天以后，城墙就倒塌了。由于信心，基律喇合不至于跟那一些不服从上帝的人一起被灭，因为他对上帝的坛子友善。我们也看到上帝让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脱离了狮子坑、火坑，以色列人也击败了外国的军队。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他们凭借着信心战胜了周围的国家，他们施行正义，领受上帝的应许，他们堵住狮子的口，扑灭了烈火，逃脱了刀剑的杀戮，
他们由软弱变刚强，在战场上面发挥了威力，击败了外国的军队，也凭借着信心，有些妇女他们接纳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亲人。另外有些人他们拒绝被释放，宁可死在酷刑之下，是为了要得到更美好的生命，新的生命啊！上帝给了跟随者更美好的安排啊！因为其实上帝的旨意就如同圣经所说的，上帝决定要给我们做更美好的安排。他的旨意是，他们必须跟我一道才能达到完全。信心不但是一个信仰的表现，信心其实更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展现，或者我们说见证。箴言说，年轻人啊，现在要听，照我的话所做，你们就有快乐。要听从你们所受的教导，要明智，不可拒绝。听从我话的人是多么有福啊！他天天守在我门口，在我家门口这边来等候，找到我就找到了生命。他会获得上主的恩惠。没有找到我的人，就是伤害自己；恨我的人，就是喜爱死亡。智慧的人，就是懂得依靠上帝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圣经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后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依然能够全然的依靠上帝，这就是信心。正如今天的前言牧师所提到的，即便是我们没把握，知道自己不行，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有把握。亚伯拉罕不知道何往，但是他却全心全意的跟随。约瑟被哥哥们出卖，他却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祷告说，父啊，求你将这杯移走，但是顺你的意，不是顺我的意。我们愿意让上帝掌权，上帝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全然的依靠，全然的跟随，全心的跟随，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也是信心的功效。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跟赐福，这是信心的功效。结果会是如何呢？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了哈，因为而且我们不会每一个人都一样。说很多人见证说，哎呀，欠钱都还清了啦，赚钱就好几万千啦，生病都痊愈了啦，等等的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依靠呢，上帝就会带来更意外的平安，带来更大的恩福，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是我们不一定是我们所期待、所想象的。但是呢，学习全然的依靠，因为当我们放手的时候，上帝就必接手。